看到台中龍井沙田路拜五暗時10點外，有一台公車失去控制，衝出去護欄，跌落去山架。這個山架有6公尺深，車內的駕駛甲乘客攏總2個人吊傷送病院。也警方初步判斷是講，哪像是駕駛，雄這個身體無損壞，頭型才會出車禍。也公車業者是講在咧排班，在咧工時是一切正常。也事故詳細原因要過來釐清。公車頭前玻璃碎糊糊，車廂閣予樹火闖過。台中市永靖區27暗時10點半左右，一台中路客運617路公車經過沙田路6段時陣，向失控，衝破路邊的護欄，並落6公尺深的偏坎。消防隊煩惱有真濟乘客受困，趕緊來救援。這個是電車啊，所以它必須要把它的那個變壓器拿掉，它就整個車就不會有電，就不會流了。那這樣吊車才能夠去把它抓起來。業者車吊車將公車吊起路面，代志發生時陣，車底間呢有54歲姓葉司機甲41歲乘客，兩攏家己脫困，由救護車送去救治。警方調查，姓葉司機在駛時陣雄身體無舒適頭型，攏佇護欄失控。用路客運強調，駕駛排班工時攏正常。都是正常在排班上班，突發性的吧，因為他就是忽然就暈眩。公車駕駛經酒測無飲酒情事。全案依事故處理程序調查處理，詳細肇事原因仍待調查釐清。姓葉司機有頭部外傷，乘客是小可擦傷，攏無生命危險。經過治療了後，攏經出院。公車業者強調會回本關懷。警方講司機酒測達10零，專案照事故處理定序調查處理，詳細原因愛閣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